这是何物？歪饭，饭歪了。这个呢？这鸡，你看鸡头、鸡嘴、鸡爪，这个鸡的爪啊，相当于人的手，鸡手，手鸡。那这是何物？这个呀，雪糕。这昨天来的时候，这雪这么高，这是天一热化了，凉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属下也尽力了。这些还没解决，新的又来了。海地牢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海地牢，那顾名思义，肯定就是建造在海边的秘密牢房。那这卫生巾属下肯定知道。你看，心肝脾胃肾，找个大夫问一问，肯定有线索。那这个胸罩，动动你的脑子，这胸罩自然是找算命先生了。王爷英明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宫中来人传圣旨了，正等着你和王妃呢。3日后，朕将于宫中设宴，考教诸皇子诗词，则优胜者委以重任。钦此。阿哥，父皇以春月别为题，考教诗词，胜者可代父皇接见北庆使团。此事大有深意啊。没错，我朝惯例，只有太子才能带皇上接见外国使团。父皇素来喜爱诗词，这次考教，极有可能是在斟酌太子的人选。大哥一向体弱多病，难为人君。二哥你是最合适的。不过老四刚破了贪腐案，风头正盛，让老五削爵尽族，要胜过他，可不容易啊。本王爷正在为此事发愁。三弟，你足智多谋，可有何好办法？小弟一向支持二哥，自然要替二哥排忧解难。小弟有一名暗谍埋伏在四弟的府上。哦，只要二哥，好啊，妙招，就这么办。好。第3个任务触发，任务目标：阻止秦川得头筹。任务说明：皇宫诗会中，皇帝判定的诗词最佳之人不是秦川，则任务成功；否则任务失败。原剧情里，秦川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好诗，被内侍小丁偷去了诗稿，结果最后在诗会上，二皇子抢先念出了秦川的好诗，让秦川无诗可念，最后二皇子拔得诗会头筹。这任务简单，送人题啊。乐观一点呢是好事，如果你这次再完不成任务，小心灰飞烟灭。祝你好运。小丁，小丁，王妃，你就是小丁啊？王妃，您不是认得小的吗？啊，是啊，我就是确认一下。你这是干嘛去啊？这是厨房刚切好的西瓜，正要给您送过去。哎呦，这种事怎么能让你来呢？我自己来就行了呀。王妃，小的是做错什么了吗？这怎么能让您来呢？你确实做错了，你犯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错误。王妃，小的实在不知道错在哪儿。照顾王爷才是你最重要的任务，其他的你什么都别管。可王爷吩咐也要把王妃照顾好。王妃的事儿都是小事儿，王爷的事儿才是大事儿。王爷最近为了准备诗会劳心劳神，我是担心的日夜睡不好觉。此时此刻，你就应该待在王爷身边，好好照顾他才是，明白吗？王妃疼惜王爷，令人感动。小的谨遵吩咐。
那你还跪在这干嘛呀？快去啊！是。任务就靠你了。王妃，小丁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指挥他们打扫卫生啊。照顾王爷才是你最重要的任务。照顾王爷？贴身照顾，明白了吗？小的遵命。去吧。是。啊。不会暴露了吧？要给康王传讯汇报一下。小弟儿，干什么呢？你那鸽子干什么呢？王爷最近住了，贴身照顾。是，王妃。争点气。是。大点声。是。这还差不多。吓死我了！还好有王妃解围，是我多心了。王爷，你那边可有进展？属下无能，还是毫无线索。属下最近找了很多大夫和算命先生，都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。这王妃这边，除了最近对小丁的关注多了一些，其他的也并无什么异象。小丁，弄清楚缘由了吗？属下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这王妃啊是体恤王爷，所以让小丁尽心照顾。这王妃毕竟还是深爱着王爷的。晴川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该不会诗还没写出来吧？你似乎对待本王作诗的态度尤其积极啊！瞧你这话说的，咱俩是夫妻嘛，这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啊！如果你得了头筹，那我也更有面子，是不是啊？嘿，这马上就要进宫了，他再不赶紧写出来，小丁都没时间偷他的诗稿交给太王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作诗需要意境，是不是？咱们这个院子看着是比书房意境要好啊。行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你在这儿慢慢做啊，慢慢做，加油！王爷，您是不是又从王妃的心声里听到什么秘密了？他想要小丁偷取本王的诗稿，交给太王。啊！这想不到这个小丁竟然敢背叛王爷，我现在就去把他抓起来。等一下，回来，放长线，钓大鱼。来，小丁，快！你看看这桌子都脏成什么样了，快收拾收拾。铁哥，啊，这也不脏啊。不脏吗？这还不脏吗？啊，收拾。王爷，你诗做的怎么样了？终于做出了本王满意的诗句。恭
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明日宫中诗会，您必拔得头筹啊！好了，本王做这么久也乏了，你替本王务必把这些诗句都收拾好了。是。铁哥，您陪王爷去吧，这儿我来吧。上道啊！哎，要不还是得说你年轻人，有眼力劲儿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好好干啊！快收拾吧。嘿嘿嘿嘿嘿！哎呀。他怎么在这儿？这个赵铁怎么也盯着小丁啊？难道说诗句没有偷成功？不应该呀，我应该没看错才对。上次偷账册的时候，也是表面上一切顺利，但最后却失败了。万一这次再失败的话，不行，性命攸关，我还是得实地勘察一下。当时写这段的时候，给秦川写的3首诗都是网上查的名诗啊，不是这3首啊？难道剧情又有变？上次账册变成了假的，秦羽这个大反派本来有很多戏份的，结果直接领了盒饭。那这次诗词也变成假的，二皇子岂不是坑不到秦川了？他这个虐文男主怎么直接变成爽文男主了？还好我背过几个，直接给你换3首。秦川啊秦川，你可是我写出来的，翻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治国之道，文武并重。今日考教诗词，拔得头筹者，朕将重用。如今正当春日，第1首便以春为题。月儿，你先来。儿臣领旨。春风多可太忙生，长共花边柳外行。雨燕作泥蜂酿蜜，才吹小雨又须晴。怎么会这样？想不到吧？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要不是我出马，太王就掉进你的坑里了。淡定，淡定，淡定。秦川不可能知道是我把他的好诗给了太王的。
完不成任务的话，我小命就不保了，只好委屈一下你了。好诗啊，皇上！太王殿下此诗写春似写人，格调清新，体悟入微，实乃佳作呀。不错。老四，本王这诗你看如何呀？父皇，二哥的诗写得这么好，儿臣自知是接不住的。四弟向来诗才出众，不如就让四弟先接。川儿，就你先来吧。唉，只可惜我不能参加诗词 PK， 不然随便来一首都能惊掉你们的下巴。鹰帘鸡翅印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鹰帘鸡翅印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什么情况？他竟然做出了游园不值。瑞王殿下此诗用词精妙，情景交融，初看只是游园所感，细品却有一番大道理在其中。意境远超太王殿下，妙绝呀，皇上！朕也没想到，川儿的诗词造诣竟高到如此地步。本王很好看吗？切，谁说你好看？奇怪，这大圣国不是架空的吗？没有唐宋元明清啊？难道这秦川这么厉害，竟做出了一模一样的游园不值？赏春不可不赏月，这第二首便以月为题。父皇，儿臣先来。秋宵月色胜春宵，万里天涯竞寂寥。近来树叶飞霜重，只为娑婆树叶凋。此诗起伏有致，委婉曲折，颇为不错。月儿，你最近进步很大呀。谢父皇夸奖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这古往今来写月的诗啊，能超过这首的可不多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能做出什么花来。川儿，还是由你来接吧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什么？这也能做出来？情景相衬，望月思乡，见此清新朴素，却又回味悠长。瑞王殿下是经世之才呀！此诗确实非凡，立刻传抄天下，供读书人赏析。看来本王确实很好看。不科学，太不科学了，这怎么能知道的？这第三首以送别为题。说起送别诗，我最喜欢别董大了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要是这次你还能做出一样的，我就把脑袋给你当球体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皇上，
此事情感浓郁，意境非凡，是为经世之作呀。瑞王殿下3首之诗，皆为上乘之选，必将广传天下。这是皇上之福，也是我大圣国之福啊！完了完了，这头虫一定是他的了。任务失败，我小命难保了。哼！诗才绝艳，实乃我皇室子孙之表率。川儿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，朕定当满足。父皇，儿臣不要奖赏，儿臣斗胆，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我国与北信国作战，虽遇挫折，但精锐未失。此时割地纳贡议和，绝非良策，请父皇驱逐北庆使团，停止议和。今日只论诗词，不论朝政。父皇，北信国外强中干，此刻开战定能获胜，割地赔款，无异于以身饲虎啊！朕说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虽说这剧情变了，但秦川的品性丝毫没变呀，不谋私利，一心只为江山社稷。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但我也被他害死了呀。大胆秦川，你这是公然抗旨，藐视皇上！满朝文武大多支持议和，难道众人皆醉，你独醒不成？父皇，老四如此骄狂，必须严惩。还不退下！父皇，儿臣可退，但北县将士不可退，我大圣百姓不可退，请父皇三思啊！放肆！